大家好，我係公民大使環保教育團團長 5B 柯嘉，喺度想同大家介紹由價值觀教育組環保教育團合辦同學一整年嘅可持續發展學習課程，而課程個名叫做行星無限。學習目的就係希望同學透過現場實地觀星，學習到基礎嘅天文知識，從中國古代天文科學嘅知識提升同學對中華文化嘅興趣。同時學習編程 AI 程式，製成咗行星無限程式，搜集有關光污染嘅數據作分析，體驗光污染對星空同埋大自然嘅影響。同時呼籲同學要保護同埋愛惜大自然同埋環境。我哋喺觀星體驗之中，現場實地咁樣觀星，認識咗香港嘅星空。透過冬季同埋夏季嘅觀星體驗，認識咗唔同季節嘅星座，例如處女座、天蠍座、射手座等。我哋喺冬天去咗睇冬季星空，雙子座流星雨。不久前我哋去咗睇夏季星空，月缺星夜。喺講解後，我哋都認識到古代嘅人民係點樣利用智慧去分辨依家係乜嘢節氣，依家係幾點等咁樣嘅古代天文科學知識。而編程 AI 課程就係我哋其中25位公民大使喺短短5堂編程工作坊入面，由最基礎嘅嘢學起，到最後用編程製作咗一個程式。以下就係呢個 app 嘅內容同埋功能。當一打開個 app 就可以見到身處地方嘅天氣，例如溫度、濕度，甚或月出時間。其中要留意嘅係，我哋嘅時間都係根據國際時間顯示，而呢度嘅資料全部都係喺天文台度獲取，準確度好高㗎。撳落行儀檢測站就可以見到學校嘅天氣資訊。呢啲資訊由7樓天台嘅小型氣象站收集、整理同埋分析，同時都可以喺校網揾到㗎。然後呢度有同學們一齊製作嘅各種天文小知識，例如星象、24氣節，甚至仲有天文知識發展嘅歷史。呢度係光度測試，可以探測我哋手機前置鏡頭方向嘅光強度。右上角更加可以見到唔同光度嘅指標，可以用嚟同我哋即時嘅光強度作對比。而且左上角仲有我哋學校嘅樓名添。呢度係我哋呢個 app 其中一部分嘅編程。喺學校網站嘅價值觀教育組分部入面就可以見到我哋行星無限嘅資訊啦。仲有一個好消息，遲啲當我哋徹底完善咗呢個 app 之後，就會喺 Play Store 嗰度推出，有興趣嘅同學都可以自己下載啊。喺呢個暑假入面，我哋有台中觀星生態考察團，邀請咗台灣暗空公園專家分享光污染，亦都會去台灣搜集光污染數據，深度討論光污染嘅現況同埋問題，去了解可再生能源同埋季候鳥等生態知識。以上就係行星無限嘅內容同埋活動，都再次呼籲大家一齊進行環保，為地球出一分力。多謝。